进门的时候是要抢着开路的，他开的特别快，尤其是有啲同學尼泊爾啊、菲律賓啊、印度嗰啲咧，真係攞張紙巾啊啲女仔出嚟抹眼淚。呢樣嘢我都好深刻。感言令佢贏得良心老師嘅美譽。就算由名校轉到少數族裔學生為主嘅中學，吳美蘭每年依然堅持上呢一堂。由胡耀邦逝世開始去到6月4號鎮壓，有翻一啲嘅問題等佢哋去反思，同埋我亦都有一條問題咧，就係話我問到，如果你係當時嘅領導人，其實你會點樣處理呢？唔少同學本來連燭光晚會為乜都唔知，但睇見中共政權用武力清場，就算種族唔同，都有同一感受。咁有個巴基斯坦學生就人講，佢會唔會揾支棍係咁追住我哋嚟打咯？我哋示威咪係咁揾支棍追住嚟打咯，唔好用坦克車。我自己都諗，佢哋嚟自可能比較發展得唔係咁好嘅國家，但係中國係一個大國強國，會係咁樣處理，即係我有啲心噏咯。佢好希望直64教識佢哋要勇於爭取民主同少數族裔嘅權利，而其實呢一堂亦唔局限於課室入面。一班年輕教師同藝術家今日就會喺天馬公園搞戶外教室，等40幾個大專同中學生透過文學、歷史、音樂同視覺藝術，認識一段不想回憶、未敢忘記嘅歷史。